各位同學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快樂你在哪裏》。蘇老師推介。圖文艾薇伊蘭，翻譯許浩儀、莊有津。有人看見快樂嗎？我們總是在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尋找它的身影。你在尋找快樂嗎？它常常會偽裝或打扮成不同的模樣出現。有時候它好像躲起來了，有時候它又好像時時刻刻跟住你。你可以試着了解它，收藏它，呵護它，也可以試着捕捉它。但大部分的時候，快樂又好像對你愛理不理。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和快樂之間隔了重重關卡。你可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的闖關之路，即使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然後你會看到原來快樂就在那裡等着你。當你找到快樂的時候，記得緊緊相隨，看看它要把你帶向何方。也許剛開始，快樂和你想的不太一樣，甚至讓你有點害怕，但它會帶着你走向充滿冒險的新旅程。原來和家人、朋友相處如此有趣，哇！世上竟然有這麼多值得喜愛的事情。你不可能永遠都感覺得到快樂，有些無法控制的感受可能會讓你不知所措，但你一定可以找到那條回家的路。深呼吸。當你靜下來的時候，你會知道其實自己不需要一直尋找快樂。他從來不曾離去，只是靜靜地等着你認出他，珍視他，因為你終究會發現，快樂開始的地方就是你自己。各位同學，睇完呢本書之後，你嘅快樂又喺邊度呢？不如你好好思考一下。多謝收看。